欢迎大家来到中明教会，迎接救主耶稣降生的日子已经来到了，也邀请大家，你跟你旁边的兄姐互道一声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！愿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都能够单单的用心灵跟诚实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谢谢主耶稣，他甘愿卑微自己，为我们降世成为人，他来是要我们得着生命。现在邀请各位起立，如果你不方便也没关系，邀请各位起立。让我们一起来开口，我们一起来宣告。爱中诚幸福，快乐欢喜前行进来，大家携手前往国里来，来朝见救主，天上君王驾驶，进来同心敬拜他，进来同心敬拜他，进来同心敬拜他，我主基督。进来众生幸福，快乐欢喜前行，进来大家携手前往国里来朝见救主，天上君王驾驶，进来同心敬拜他，进来同心敬拜他，进来同心敬拜他，我主进来，进来同心敬拜他，进来同心敬拜他，进来同心敬拜他，我主基督。不是观看，主力观看，全力迎接君王，万民为主预备地方，宇宙万有歌唱，
各位请坐，各位请坐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章14节这么写：在至高之处，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临到他所喜悦的人。也愿这段经文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与盼望，对于身处在2020年的我们，能够带来真实的平安与喜乐。接着，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成我们的祷告。平安君王，谦卑来到世上，明亮晨曦，照亮渴望的心，朝向云海，是尊贵的君王。耶稣降生，带来恩和盼望，是为了爱，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，是为了爱，背负重担，让我的平安。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，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。平安君王，谦卑来到世上，明亮晨曦，照亮渴望的心，朝向云海，是尊贵的君王。耶稣降生，带来爱和盼望，是为了爱，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，是为了爱，背负重担，让我的平安。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，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。是为了爱，是为了爱，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，是为了爱，背负重担，让我的平安。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，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。我们敬拜亲爱耶稣，就是爱的平安，充满感恩，欢喜圣诞，因为耶稣为拥抱我而来。我们敬拜亲爱耶稣，你就是爱。